你是要找啥物？无。你看，因家袂错，伊看着贵共款的。哇，你是啥？老爷，就是因两个替村民写告状呀。原来就是恁两个，我甲你警告哦，英仔思想我是较莫插，较无代志。若无啊，哼，你安怎死的？哦，有惊喜，有惊喜。阿兄过来啊！像是你阿兄，你这查某囝，哼！喂，你讲话老淡薄靠定了哦。考定，这较歹听的话，我咋袂讲？哼，真好笑，像你这款下贱的查某，有需要啥物考定？你阿兄，卖啦！好啊，好啊，无需要甲这款无人性的人哦，担了伫咧受气啦。老阿伯，我拄伫要找你呢，你哪伫遮咧？阮若无来哦，啥物人替你写告状，通去告迄只无人性的人啊？对，哼，咯，啊，又可是恁母仔囝啊？我即马有告状啊！有告状哦，是基本条件啦。啊，这你唔着摕来。安尼就会使啦。后尾你先转去啦，若要开店吼，我再通知啦吼。老大人去写，恁若无告状无钱吼，紧走啦，莫遐看后面吼。走。等下啦，等下。菜瓜大哥，阮哦是做伙来啦。啊，这哦，安心的。啊，是你老大吼，较捌这人情这心啦。你稍等下者，我随叫来红包，拜托。哦，今仔是你来遮尔好啊！哎，告状甲迄毋摕啦，紧啦。哦，恁的案情较严重哦，你若想排头前，我即摆先来通报哦，等下哦。是安怎因办来就爱排伫阮的头前啊？对。去食，人案情吼比恁较严重呢，当然嘛爱排头前，连这道理都毋捌啦。哼，拍人喝酒，做贼来看两贼，天开的，敢要落讲你是？你讲你对啊毋对啊？这句话应当是我讲会才对呢。你是咧？好，免当遐烧钱啦，等下你来去哦，过来去哦，才知影谁输赢啦。对啦。喂，恁嘛较拜托的，恁要小过嘛，啊，莫较早讲的啦。你是咧创啥？搁唔紧入啊？入来啦！入来！啊，你当要伫咧看啥？啊，不紧，心的，心入去啦。进来，恁调好啦，进来啦。迄关个甲闭口，先关啊！你两个唔免啦，徛下头啊！后壁两个啊，徛后壁的啦。那会拢无看到啥物歌车，只有一个人尔，这是要哪新闻啊？啊？断人来讲车好啊，其他你免甲管遐尔啊多啦。喂，看真的啦，公堂之上哦，唔通乱讲话啦。管老爷高。今仔日去遮热闹啦啊！你甲看，拍鼓的分鼓吹，兼讲哦，拢是同一个人，这哪有想讲？本馆经费不足，人事相当的干涉，规矩也特别甲人无共款。在这个公堂之上，一切拢得爱听我指挥。我若无叫恁开嘴，恁拢袂用你讲话。哇！王春梅，是大人，恁母仔行起来，徛大边啊！多谢大人。婉慧啊，你也坐，你也头过来坐。你是光叫是？若无行路，哪会咧换坐？禀告大人，你是我的管家啦，因为得到怪状，所以才安尼心一心。哦，这我有法度。你规个就袂信啊！你看，安尼就袂信嘛啦。
啊，你是廖大人，你来请坐。哦，我以后通好坐啊。多谢多谢。我替你换椅啊！坐。啊，这个去这是啥物人？哦，我就是走，走去替村委员搬囝写告状。你也要写告状？有才情，有才情。那是安尼讲起来，我嘛会当坐啊吼。乱来！公堂之上有这乞食，生什么气度？来啊，甲放出去！是。出去啦！阮大人叫出去！出去呀！出去啦！你看，安尼公堂要几偌清气的？恁两方面咧相告啊。这老善良，伊个这村妹母仔囝，第一条就是告讲，因私产老价5000两银，这是伊切到做论据。第二条，伊告这个老德宝毋是老价显卖，快来分这个田园厝地，这是伊早期做论据。大人毋是安尼，绝对毋是安尼啦！我叫你讲话。另外，这个黄春梅啊，伊告这个老善良，强夺钱财750两，甲刑律多700，这是伊强盗罪论据。以上本官所讲的这个细节，敢有啥物偏差无？真好。既然若无偏差，本官即马要宣布，恁两方面相告拢总成立，明日可再审。退堂。喂哟！你这个老大人，你若来演讨你讲哦，有够性，当免化妆。已经菜场啊，出去啦！进来啊！出去！我甲恁讲吼，有钱的是破生啦，钱也愈多哦。你这十只仔囝儿啊，阮老爸过身哦，甲你一点仔都无关系，你是来大下啊？啊？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哈？你若是共老爸生呢？假使讲我底本也是10种啊，你是啥物？哼，硬要钱吼，无一定会赢。即摆已经有管老爷咧做破罐啦，等你6个月后，才来大下，还阁袂慢啦。即摆情形到底是安怎？那一万年啊，所有人拢出来。算啦，即马管老爷已经将这案件甲成立啊，抓落去后，伊就准备要慢慢啊调查。哦，这个官老爷讲话声音怪怪，行动嘛足奇怪，声阁足贪财。若拄着这种歹官吼，我看要判这个官司是一困难啊。袂啦，拄则看伊咧办代志哦，条条有理，希望是参像你伫咧讲安尼啦。多谢两位斗相共，代志会讲行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足满足的啊。假使讲这场官司若袂当拍赢，我嘛要老善良知影，我两个母仔囝是无这么好欺负的。有理，人讲佛精一支香，人精一口气。你放心，我甲去食哦，绝对甲你斗3项啊，彻底吼！你别烦恼，恁先等歇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唉，早知影讲要变咯，嘛变较高尚，都免去人好处。哼，啊你也免啥物想变啦，啊你较变着咱一箍推推啦，行啦，转来恁就袂啊啦。莫甲我搁伫遮啦，哼，规样行的较紧。老爷啊，大是判了安怎？放心啦，阮赢的啦。你哪遮尔饱啦？拄到一个贪官，有钱的判生，无钱的判死。村妹啊，要闹钱，甲咱相告啦。哎呀，啊万一若迄2个青云人要替村妹出钱呢？一个是乞食，另外一个看起来无像有钱人嘛，
免惊啦，放心啦。我想到啊，你是想到啥？我捌伫咧无意中吼，去看到春梅啊咧洗身躯，我看伊的肚脐边吼有一点记。然后吼，咱规矩安尼啦。好，了解。走，管家，你出去办。是。啊对啦，另外吼，明暗你送300万块迄个管管，切当较注意，麻烦看。我知。小等，管家啊，咧床头迄个心啊吼，你先擦去食。看你的脚会当较紧好看，看你逐工咧摆咧，看你真艰苦咧。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哎呦，啊，当你是对一个路仔遐尔好，要创啥啦？金花啊，人迄管家对咱遮尔啊始终，啊一个心啊才几十两尔，啊哪有算啥啦？阿牛啊，即摆这个老爷个性，跟那点完全是无共款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无正义的话做，毋是干菜园收转来，参这个破操作都无你大。通讲我咧吓惊你啊！若是万年吼，好啦，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就是啊啦。哎呦，你早咧讲就好啊！哈，哎呀，管家啊，你是安怎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他要安怎？拢无人来开门呢。啊，我唔知等到几更。不过。车啊！哥哥啊，是你哦！嘿，车啊，真歹势，遮尔暗甲你吵，你毋知关落去啊困啊袂吼？唉，暗时要开门吼，爱上背哦。你无来吼，阮大人哪会困来去，对不对？哎，请，对请。失踪的5000两，真趣味啊！大人啊，暗时相背啦。真好，叫伊入来。哦，好。哎，关家啊，进来，是，多谢。大人啊，你好。哎，也伊来。哦，好。这啦，多谢。管家啊，等候这件代志若是办好势了后，你这双脚吼，本我详细甲你研究一下，保定着我有法度通甲你医好好。啊，多谢大人哦。啊，谢你。对啦，啊，恁官话敢有交代啥物？大人啊，大人啊，阮老爷吼，讲这个案件啊办成了后，伊会亲身来甲当甲你说谢啦。哦，好。对啦，你甲恁老爷讲，本官咧做代志一向是拢求这实际。只要伊人情物情若是甲我找好好势，伊就稳赢无输啦。是。哇呼！团正连阿牛，团正连阿牛。伊叫做阿牛是？是大人，规伫身躯边这个人是啥物人？伊是我的旧情人，叫春梅啊。大人，以后别乱讲，我根本都唔捌你。无问你，你免讲话。若是安尼，这个囡仔咧，那是我的私生子，叫德宝啊。你后别乱讲，你哪后别乱讲咧？你哪后别乱？阿牛啊，你有啥物证据讲春梅啊是你的情人？那春梅啊肚脐边哦有一粒痣啦。哦，春梅啊，你的肚脐顶敢真是？好啦，阿牛啊，准做讲你会当证明讲春梅啊是你的情人，但是这对本人并无啥物意义。
上重要就是咱证明讲，德宝是你的。这大人啊，迄是春梅仔讲的啦，讲德宝是我下面有的啊。用嘴讲袂准啦。就算讲春梅仔是你的老情人，这对本案并无啥物意义啦。无条就是春梅伊不守妇道，无条就是另外又交一寡情人，也无条就讲，这个囡仔毋是老元华所生的，也毋是你的囝。这哦，愈讲愈离谱。你大叔较冷静。我有办法通证明讲德宝是毋是你的后生。大人啊，这是要创啥？这叫做智慧年轻啊！开牛就爱用牛刀啦，将你身上的白甲治。我当证明讲德宝是毋是你的后生。啥？大人啊，治这大碗？无毋对啦，愈大碗愈好。大人啊，我的旧证明是春梅啊，无毋对，但是毋是这个春梅啊啦，我是真正看出来。大人下罪，大人下罪，这完全是吼。你明明是目睭去勾引乌晒。来人啊，拖出去讲20大板。是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啊！大人饶命！春梅啊，那你是要安证明讲德宝啊是老元华所生的？大人，我会当用我的性命来保证。大人，阮阿爹娶春梅的时阵已经80岁，一个老伙仔啦，马老开啦，搁生囝嘞，所以这个囡仔根本就毋是阮老家迄个。那照常理来甲判断起来，安尼是无毋对啦。你这位老大人啊，那你的年岁甲老元华差不多，啊，你认为啥款啊？这个人的体质是无共款，也让我吼，我是吼，心有余力不足啦。若讲老元华80岁后，伊还佫有法度通我举球咧，可见哦，伊就是甲40-50岁人的体力哦，佫较好。若讲生囝，这应该是无啥物困难。这就真为难啦。老元华已经过身啦，无岁人治落来啊。要安怎证明讲德宝是个后生？这是关于本案的大锁头。安尼是要安怎办啊？大人啊，这个案件得紧办才好啊！退堂啊，明仔接审。转来啊？安怎？无影是无？拢是你啦，梦太！哎呦，我甲阿牛阿话都拖甲好势好势，谁知影这个管老爷出这种怪招？这个管老爷到底是咧变什么梦？老爷，敢讲300两无够？啥物啊？300两还无够哦！哎呦，啊，这个贪官哦，实在有够贪心的啦！无要紧，管家，永暗吼，要送300两过去互伊。只要这个官司来咱拍啊，地咱为厝面遐讨5000两倒转来，别解决完，不要紧。阿娘，恁茶啦。阿娘，咱若输要安怎？阿娘即摆嘛毋知影，即摆都要问天公伯啊，会当保庇咱。好日子，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有啊，我有看呀。你哦，穿这束衫足水的啊，足缘投的啊。无啦，我是叫你看春梅因母仔囝，毋是叫你看我的新衫啦。都嘛是你啦，有代无志讲啥物去官府交过，所害春梅哦，伫公堂当面叫人侮辱。啊，你讲，你即马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啦？
老神在在，自有着办法。哈，我早唔相信你啦。敢讲你有才调，互迄个老员外起死回生，搁来一张智慧人亲信啊？会啊，会使啊，也毋过哦，这小可代志啦，大家哦，唔免用到牛刀啦。哈哈，你莫操蛋啦！你甲看啦，你甲看。哎，春梅因我囝，即马是偌失望偌可怜的呢。这一切拢是你害。害，嘿嘿，嘛知影歹势，通走啊！我都唔相信讲你老伙人面皮有外厚。大人啊，真久毋捌看你遮认真啊呢。嘛真久毋捌接到遮尔趣味的案件。对啦，你对这件官司，你的见解什么款？大人啊，我看吼内面的跋杯吼，问神明较紧哦。跋杯问神明，你也知影本官一向排出是求这个证据，哪有相信这套？大人啊，我是看你忝吼，甲你讲算笑的啦。对啊，大人，你啉一下茶吼，要你甲体一下吼，若有精神吼，无一定都有办法啦。哦。哪会去做这种梦？20想杯，这是啥样写？来人啊！喂，大人啊，大人啊，什么代志？你看， 20个想杯，什么意思啊？敢讲冥冥之中才是有神明存在。紧嘞，今日通知两方的被告，讨李公庙后手。是。小古伫咧讲，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。信人也都爱信神。今日伫讨李公的面头前，公开来给你审判。什么啊？你讲这桩代志要用宝贵来决定哦？无毋对，无喏，这代志内人才凊彩啦。点去？伫讨李公的面头前，连续跋20个杯，假使讲这20个杯拢总是想杯，就会当证明讲刘德宝是刘家血脉。万一其中有一个毋是想杯，就代表讲刘德宝毋是刘家血脉。好，我同意。春梅啊，啊你呢？代志既然行到这个地步啊，好，我愿意搬。心诚则灵。无春梅啊，迄你先开始。一个想杯，两个想杯，三个想杯，四个想杯。5个想杯，15个想杯，19个想杯，最后一杯啦。我承认德宝就是阮老家血脉，伊是我的亲兄弟。阿娘，
好，刘善良所告案件全无事实，刘德宝应该本着参与处地，也应该无什么异议。关于这切刀5千两的代志，明仔再审。退堂。退堂。哇，高明，高明，真高明啊！哈哈，那是你伫咧娱乐。我一生所学、一生所捌的这个观念，拢总得爱放弃了。敢讲冥冥之间有这个神明存在，啊若无是安那会才拄好20个成杯，唉，这真使人头壳疼。大人啊，哎，饮票啊！叫伊啉来。好好好好，哎，入来入来入来。大人啊，这件代志，杯是你家己拨的，本官本来是想要助你一臂之力，所以定这20之数。但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数，啊！哎呀，本官实在无可奈何啊！是啦，是啦。你若是不服，本官会将你顶回送来300euros再退给你。本官并不是贪财之人啊！大人啊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来，300两，淡薄仔意思啦，请你收啦。这摆是互你做主，事关5000两的官司，你爱本官安怎甲你斗相？大人，阮兜的少某，我咧调查，确实吼差5000两啦。分财产的时阵，阮阿爹根本就无提起，一定吼私底下就甲遐钱交出名。是讲恁阿爹当初时是安那无爱直接将这个5000两交出名，安尼冤来冤去，这件是浪费时间的。我嘛毋知影阮阿爹是安怎安尼做。总讲一句，我才有资格。春梅啊，因母仔囝根本就无资格得阮老家的财产，因为我就是阮老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。啊，你敢有啥物线索人查出这5000两？有啊，安尼好，即马毋管恁老爸意思是安怎，只要若用讲你的关系、你的线索来查出这个5000两，这钱你拢总摕去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多谢大人，我先客气。啊，请。一夜中间就赚几百两银，老家为夫不仁，这5000两银应该爱为本官来得到才对啊！找谁啊？大人啊，你着派人去找啊！春梅啊，你还有去啥物异议问题？大人，你都已经判定这间厝甲菜园啊，阮德宝是合法的继承人，啊，你竟然无经过阮的同意，哪会当来遮四界乱恶咧？这是办案必须要的过程，你放心啦。你这间厝内啊，会前后若是有甲你破坏去，老冤会负责赔偿你啦。春梅啊，你若做出心虚，叫阮找出来，钱仓的地，你着赶紧讲。凡世我咱请求大人，会当赦你切刀之罪。哼，恁根本就官民勾结，欺负我孤儿寡母嘛！大人啊，这个妇女人哦，无啥物知识，莫插。大人啊，物件吹掉啊！哦，水条，哎，大人啊，你后壁哦，找到这翁啊？哦，紧拍开起来看卖。好，大人，是不是我来听？好啊，紧看卖。是什么物件？哎，大人啊，是骨头虎啦！紧摕个安放标示，可去找。是。本官搁再问你一摆，到底你迄5000两银的下落到你知影？迄5000两，拢嘛是伊讲的，到底有啊无？我哪会知影呢？
两人聊一下啦，换冰一下啦。好弟，这是啦。这边吼，我对你真是心服口服。我凊彩用简单的法术，都有法度将这代志甲我遐尔啊圆满，搁法度替你家己添香火。我只有2字佩服，其他无袂通讲。到今你才知，法律啊，甲这头脑，两人哦，拢该兼咧做伙用啦哈，唔通安尼参像你啦，戆牛牙石脸啦哈，费咱哦搁讨皮疼，这就是你啦。是，你甲是了对，甲是了对啊。换这边啦，换这边啦。换一边哦。好，来，较出咱一个网镜啦。会晓晓，我们要死。我了解了。对啦，我得借钱啦。伊即马吼，大家拢咧找迄5000两的，是找到目睭硬恶恶啦。你想到无啊？用淡薄法术，甲迄5000两甲找出来，送互春梅因母仔囝，毋是较简单？若无到时去互迄个老善良，或者是迄个官老爷找着，至少毋着害啊。嘿，你哦真正咧讲袂翻车，迄着甲你讲几摆你才听有啦哈。春梅啊，因母仔囝都无迄个福气通得咧5000两啦，你头壳是空骨你啦，爱讲几摆你才听有啦。好啦，后面我别搁乱讲话啊。也较大力的啦。好。那敢有高山啊味啊？哪有？无啊。有啦，小等下你就知。好着正神啦！你讲真个人讲是无？盈盈在遮，个人出你了。歹势啦，老大人哦骨头都较会酸起啦，就有造型安尼好用哦，甲我滴两个，加我爽快咧，较出力啦，较出力。造型啦，你不是哦，伫咧土地公庙啦，家己业务哦，唔去处理啦。看你拉袂就是哦，要提啥哦，向玉帝禀报啦。到时阵哦，反先代人你的命。福德正神是无在了人救你呢。是，多谢大师提醒。好啊啦，你安尼坐来拢总你的话，到底有啥物代志哦，紧讲啦。盈盈无代志，我袂使来遮叫啦。孙悟空啊，你莫讲生笑啊！若是讲无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你早无遐尔简单落来凡间，对无？算你巧，我是来甲你通知的。明年啊，你这关区内啊会出水灾，恁哦先做准备。是毋是这春梅母仔囝的代志，我处理了无势，玉帝即马受气哦，调工用这水灾来。不，拄好倒饼，这代志哦，你处理啊真好，所以玉帝哦，事先叫我来甲你通知哦，叫你来先做准备啊。安尼啊，原来是安尼，好佳哉，好佳哉。咱若先准备哦，全间哦就袂去受苦受难啦。对。你有啥物代志，爱我等天庭通报一下无？无就好，是嘞吼。我得提醒，这水灾哪来？敢是阴死真济啊？乾坤运转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天若安怎安排啊，绝对就是有伊的道理。咱人若是要撇这个好，家己啊都要有自修，这一寡阴德，你讲对啊唔对？你咧讲大道理，我咧听大道理，我是愈听愈无理。无啦，我是讲愈听愈有理。春梅啊，你即马厝内外一四月去巡看看，看有倒是破坏着。若是有感觉讲倒一搭受到损害，要要求赔偿，摊后我即马伫遮，我若离开就无准算啊。免啊啦，规地咯，嘛无啥物价值的物件啦。无路用啊，笨死！就是这巴肚代志，我就是要讨回这巴肚的啦。后面啊，都当做宝，介你就客气。老冤话，这巴肚是你心甘情愿要付春梅啊吼。是啊，老会加顶地。春梅啊，这巴肚就是你的啊。多谢代志，多谢代志。老冤话，明仔载你是被告，唔通叫袂记。我知，大家稍等。
还佫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想着啊，我若爹要死进前吼，有伫咧德宝的耳孔边咧起起楚楚，迄个囡仔吼，绝对知影迄5千两藏伫迄度啊。大人，你宝唔知影，你宝哪会知影咧？德宝啊，我问你，恁阿爹伫你耳孔边到底是甲你讲啥物？阿爹讲，紧讲，你若人讲白，才是要严了王挂子哦。阿娘，紧讲。好啦，我讲啦。阿爹讲5千两的秘密藏伫这巴肚内底啦。哦，我就知了，道歉我，你还道歉？但你绝对是我的，你别当笑啦。 OK， 起来我。大囡仔，多谢你哈。我甲你讲，这巴肚暂时予我来甲你保管，就是惊你闹出人命，明仔载公堂自有公断，行？是。都嘛是你啦！知伊是一个贪官，你就甲都交互伊。若唔是你来抢，代志就要退去啊！拢是你害啦！要我你知？拢是你啦！拢是你！阿娘，莫搁冤家啊啦！画这张图本来是人间一大美事，想袂到讲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风波。大人啊，人情作怪，贪心不足，这哪有法度啦？你有发觉？这个婴仔的手到底是咧比啥物？就涂骹底啊！涂骹底，涂骹，啊！土地公庙。你看，啦，若我当顺这溪边吼，再搁顺这山势吼，来起一个报案，安尼吼，百姓遐犯奸的人吼，伊就袂去受难受苦啊。讲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也毋过你着爱看讲有人肯出钱出力啦无，做报案无遐尼简单啦。县官来啊！迄贪官咱莫插伊啦，或者讲咱店家伊嘛看无着咱啦。话明安尼讲啊，虽然伊官税，也毋过伊权威大，我看咱也是闪者有好无歹。有影啦，都是有官威，我毋则大迄个官车，啊若无伊就参照迄个官家共款两骹啦。好啊啦，要来啊，紧闪者吼。好啦，行。啊，你头壳是有藏啥物宝贝是吗？我要哪会知？土地公伯啊，你嘛着小指示一下，拜托你，我找着物件。唔通互伊指示啊！我嘛毋知伊咧求啥物外哥，我是要指示对倒去。原来是这。大人啊，你找着啊呢？无怪咱涂骹顶咧找无啦，草坡骹遐咧一四过天到头咧找，原来就是这。呀，老大风波一定要有一个解决。哎，我拄仔较同伊囥一张咧，连我这做事的人拢无去注意到，这若去互听到，我就是在有影见笑死了。我就真是，伊讲这纸条甲楼价有关系，内底到底是咧写啥？我要哪会知？你若要了解伊内面写啥物，咱唔要对来去看卖咧。行。安尼来就天衣无缝。大人啊，哎呦，啉茶啦。来，你来看卖。安尼看会出对一字是假？看袂出来呢。啊，对了，大人啊，人拢到啊啦。准备升堂。是。哇呼！
我今仔日要解读这个兴隆土之谜，以及这个王春梅告刘善良强夺钱财750两，以及恁两方面这5000两银的纠纷的代志，斗阵该处理掉。刘善良，这顶面是毋是恁阿爹亲身的笔迹？无毋对，这就是阮阿爹亲手所写的。顶面是毋是有写讲王春梅阿嬷死了后，将这个财产分予伊详细金钱数字？有啦，包括聘金，甲每一档的所费，拢总大概750两啦。也毋过，这是阮老家的钱，是阮阿爹辛辛苦苦赚来的呢。咱白白，遐尼简单就送伊啊？切！中处断理，明明是你强夺这个王春梅的钱财。刘善良，你可知罪？我刘善良，顶面是毋是有记载讲，现在恁阿爹会将这所有的财产拢予你，甲咱分这个破厝，甲这菜园啊，予恁小弟阿宝有啦，念出来。阮阿爹认为我北长下，恐惊我为着钱财去加害春梅啊因母仔囝，所以你敢会安尼做？我嘛毋知影。你要去考，证明讲你要有理。这顶面是毋是有记载讲，恁阿爹是为着得保来将来设想，所以将这个金钱的秘密甲画伫这个图顶？有啦。那你讲，这钱应该是属于啥物人的？得保啊！拢总数字是有偌济？数千年，藏伫倒位？伫个菜园啊一间破厝的壁壳内啊。我搁问一摆，到底数字有偌济？数千，较大声！数千两啊！真好，各位，恁大家拢有听哩，是数千两，毋是5000两。详细数字有偌济，本官来甲调查看卖就知影。退阵。嘿，这较大条的，我先来给他讲。你甲看，实在有够苦。我毋是甲你讲嘛，春梅母仔囝就是无迄个福气，通去得这5000两。因母仔囝无迄个福气，敢讲迄个贪官伊都有啊？照讲啊，这个县官伊是一位真清廉才对。哼，伊贪遐尼济银两，佫会缀奉旨，我当无爱信。春梅啊，这拢总是有2000两银啊，你先收起。安怎？你是嫌伤少是？毋是啦，大姨，我本来是要甲阮阿嬷予我750两摕倒转来，只要会当予我家己保请养甲成人，会当予伊受到好的教育，遐个钱我甘愿献予因老家。哦，阿婆啊，啊你有同意无？我拢听阿娘的话啦。真好，安尼真乖。老王位，内底算750两，行哩，剩的你拢摕到。安怎想？这2000两，我想要捐出来做善事啦。啊，750两，我另外会献出。安尼真好。明仔载日头落山以前，你爱摕750两予春梅。哦，啊，看你都已经咧反悔啊，我就不爱甲你追究啊。行。多谢大姨。阿母规部这所有的好处，拢叫迄个贪官得到，你真是了然呢。安尼啊，过去拢我毋对，请你原谅我。
你若要搬转来吼，随时欢迎。好，请你坐。赵信啊，会用的啊啦。迄个拜迄个哦，你嘛紧甲变互伊会行，莫过伊当面咧换哩换哩，毋知你换要换我偌久。好了。老爷，我靠好呢，我变坏人呢，你看我，真是坏，你看我哎，大人啊，哦，迄个贪官竟然还搁甲来遮叫你保庇啊！点啦，咱就看伊到底咧求啥的。讨你公伯啊，下官这次在老家所募集的银两，总数5640两银，连同其他所得到的，拢总6000两银，全部要用来为地方修造报还，以防百姓受水灾之苦。希望在这时间的中间，讨你公伯啊，你会当保庇公平顺遂。那安尼啦，好官，好官，想袂到讲我这官府内后起安尼好的官，这百姓哦只是有福有福，我哦应该要来斗下手的。无产体育部，是讨你公伯事。多谢讨你公伯，对啊，特务公，百姓有福。